這個包圍風颱愈來愈接近台灣咯。雖然這登陸的幾率有降低，不過北部地區沿海海湧也開始變大咯。氣象署預估呢，這拜六北部沿海湧上懸會來到10米遐爾懸。另外，海巡也提醒講，警戒發布了後，若主有民眾總入去危險區域，上懸會當罰到25萬。啊，那基隆市政府也整備188大避難收容所，也24點鐘來監控山邊，若主有必要會啟動預防性撤離。這個包圍風颱是愈來愈接近咱台灣哦。記者目前呢是一個這個基隆的八斗仔的這個條件公園哦。雖然即馬這個雨也無遐爾大，不過咱這個風啊已經愈來愈透啊，甚至咱看到這個海邊啊的這個湧呢是已經愈來愈懸啊，甚至有來到3公尺到5公尺遐爾懸哦。啊，那現場嘛有真濟民眾來到條件公園，就是要欣賞這海湧。不過海巡人員嘛提醒，發布風颱警報了後，民眾就袂使闖入去危險的區域。若無遵照規矩，會當按照災害防救法上懸會當罰25萬。另外，氣象署嘛表示，包圍風颱路線較駛向北平，直接登陸台灣的幾率降低。不過，風颱中心的強風區越近北台灣，北部甲中部還是愛特別注意防護。基隆八斗仔甲正濱漁港真濟漁船嘛提早入港閃風颱，若有船員趕緊甲船隻保護掉，嘛有漁港趁這段時間整理漁具，在風颱入境了後做出港的準備。800個船啊保護掉，人員要駐船的晚上的話，白天真的颱風來，人員都要停到啊，無人你船啊無人過，船啊所有人等你。不知道要漂流到哪裡。因應包圍風颱，基隆市政府嘛有整備188大的避難收容所，嘛針對烏海路、百靈路等等過去有水崩沙的地區，24點鐘監測刷標情形，若有風險就會啟動預防性撤離的機制。記者基隆綜合報道。